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进入罗马书第1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张牧轩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神觉得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可以将时间分别出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求耶稣帮助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可以听到耶稣你要告诉我们的智慧跟启示。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罗马书已经读完第一个主题，就是神在罪恶上的公义。那3章21节到5章21节是进入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在称义上面的公义。那这也是整个罗马书的重点。那昨天我们看到保罗的结论，就是全世界都被定罪，因为人人都在罪恶底下。而圣经已经证明，那律法的作用呢，就是叫人知道罪啊。律法是叫人知罪、认识罪。所以在耶稣降生以前，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而耶稣成为一个完美的义人，因为他有跟上帝正确合一的关系。那在耶稣舍身以前，普世的人都匍匐在审判之下，他只有在耶稣舍身上十字架来完成公义的救赎。那这是第二段今天保罗要来讲述的重点，为什么能够被称义。第三，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不能够靠自己的割礼或是律法或是行律法来得救，而是要借着信心。而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什么呢？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他的死能够使我们得到救赎。好，那我们要进入的是这个3章到21节到5章21节哦。那这一段也分为5个。3章21到26讲到因信称义的本质。那保罗很简短的讲到什么是因信称义。27到31节就是讲到结论，因信称义的结论。第4章讲到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证据，像亚伯拉罕。第5章讲到因信称义的永恒性，和最后因信称义公义的基础是基督成为那首生的亚当，第一个人。所以这是整个因信称义的第二个主题，神在称义上的公义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21节到22节讲到神的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好，这个就是不能从律法里面去看，若戴着律法的眼镜只看到在律法内的事情，但是把律法的眼镜拿掉，反而可以看到律法之外的事情。而神的义呢，就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什么是因信称义？23到26是整个罗马书的精髓。那27节讲到人没有办法靠行善来称义，立做任何的功，积任何的德来换取救恩是无效的。28节讲到因信称义的结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靠着遵行律法。29到30讲到不管人的身份如何，上帝宣判是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不管他是什么何方来自哪里的人。最后一节讲到人不是用信心使律法失效，不会，而是用信心更坚定律法的效力。所以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好，我们来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请牧宣带我们来读第3章的21到22节。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这是跟律法没有关系的。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这样见证，上帝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任何差别都没有。谢谢。那在这里呢，讲到从上一段的结论3章20节讲到了律法是使人认识罪那人已经在律法底下没有看到盼望，逃不出罪的魔掌，但是上帝却在律法之外。那这个来使人认识义那这个义呢是神的义。好，神的义呢，在1章17节，保罗就说这个义呢是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呢，在第3章又讲到说，我们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
好，那到这里3章21节说神的义呢是什么？继续讲到在律法之外来显明出来。好，那神的义是指上帝要给人的义，不是只有指神他自己的义。好，那这个因信称义呢，在这里就是使人跟他有正确的关系、合宜的关系，就是因信称义的基础。那这跟现在中译本说这是跟法律没有关系。好，那和本用一个字在律法之外。好，那律法之外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是比较具体一点，好，就是不跟律法没有关系的。好，那现在中译本翻成就是跟律法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律法之外表示说人自己的努力呢没有办法换取，因为上帝另外开条路是跟用人的努力无关的路，是跟律法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是靠着守法做什么遵行什么法而可以得着的救恩。并且呢这样子律法之外呢的称义，神的义，神要给人的义呢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现在这本说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好，那就是讲到是指旧约圣经，而且呢这个为证的意思就是继续当作证据，好，不会说旧约圣经就结束了，讲完就没有，旧约圣经继续在证明人得救不是靠着摩西律法，不是靠着旧约得救。好，那这是这一段要提的。而22节讲到神使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重点来了，就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那这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人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解释人相信耶稣基督或是耶稣基督的信是指耶稣基督的信实，不过应该前后文来看，是因为人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跟上帝有正确合一的关系。那上帝对所有信基督的人没有差别，任何差别都没有，所以不管人的身份或是人的过去的什么种种行为都达不到上帝宣判为义的标准。但是呢对上帝来说没有分别，因为呢是只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有分别。所以这里就是保罗所要提出来的重点。好，接下来再请牧宣带我们来读23节到26节。因为人人都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然而，上帝白白地赐恩典，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使他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上帝不惜牺牲耶稣，以他为赎罪祭，借着他的死，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但在这时刻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好，谢谢。好，那这四节呢，好，就是整个罗马书的核心，好，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好，那所以也成为我们要认识罗马书，要认识福音，好，要传福音，好，那都必须要把这4节牢牢的记住哦。好，那讲到世人犯了罪，好，人人都犯罪。现在我用和本来读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那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指人没有符合神的形象。之前有提过，没有办法反映出神的荣耀。好，所以不是给上帝污名化，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没有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样式。而世人犯的罪，就是指这个律法之外的义，上帝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不会有差别待遇，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世人都犯了罪，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呢的处境都一样，不需要有任何的差别待遇，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他的来自于哪里，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让上帝的荣耀有缺乏，就是我们没有活出一个神的形象，不完全不完整，所以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呢？好，那24节就是讲到上帝白白的赐恩典，我也用和本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为义啊。那白白的称为义指的就是
礼物，这是一个礼物，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酬劳，没有任何的花费，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那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没有力量，没有办法按照律法的力量去行善人，都可以免费得到这个礼物，就是被上帝宣判为义人。所以圣诞节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在于哪里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有正确和谐和好的关系。如果谁能够在得救这个事上再加上其他的规定，必须这个礼物一定要靠什么才能够得到礼物，这个礼物一定要做了什么事情才能够得到礼物，这个礼物一定要有累积什么样的功德好行为，这些的代价那就是高过于礼物本身，就变成那一些的要求规定行为比礼物还重要。好，那限制的礼物就是限制了耶稣的救赎，那就不是相信基督。因为这一份因信称义神的义呢，是在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面彰显出来，而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份礼物，所以人能够做的就是用信心接受，不需要加上任何的礼物，加上任何的规定。25节我也用和合本来读神设立耶稣基督做赎罪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上帝他让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赎罪祭，和本翻成挽回祭。那这挽回祭呢，指的呢就是指耶稣的血和人的信加起来之后，就可以显出神他自己的义。所以上帝有他做的部分，已经为我们做好的部分，而人有自己应该尽的部分。当这两个部分结合的时候，神的义就显明出来。挽回祭在希腊文指的就是满足上帝愤怒，因为在1章18节的时候就讲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只有透过这样的挽回祭才能够消弭上帝的愤怒义怒。而这个挽回祭的原文也是指的圣殿中的施恩座，在利未记的第16章第2节，就是这个约柜的柜盖。那大祭司1年1次要洒血，在这个柜的4个角，在这个用赎罪祭的血洒在施恩座上，来彻底的消灭神对人的愤怒，这些罪的愤怒。所以因信称义的重点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重点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赎罪祭、挽回祭，借着耶稣的死，使罪能够世人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而上帝的义就这样子显明出来。那上帝的义显明呢，是因为26节说的，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时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正。那就是把起承转合，这就是一个合。那上帝过去为什么不断的忍耐罪人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显明呢？因为要到耶稣基督完成救赎。所以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的罪，这个该隐犯的罪，那这个亚伯拉罕一路下来的罪，上帝一直在容忍，即便到了这个南国这个王西底家，上帝也在容忍。到了耶利米之后，到了这个但以理的时代，但是上帝去容忍，因为上帝的义还没有显明出来，因为一直要到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才一直到他的救赎，那上帝的义才完全的显明。也就是说，在耶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下来的那个时候，整个上帝的救赎工作完成。那跟着使徒行传这个第2章圣灵的工作，那人呢才能够来认识神的义。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相信的过程，那信耶稣的人就被上帝宣判为无罪，因为他接受了耶稣的救赎。如果耶稣没有替我们死，神就称人为义，那不需要经过耶稣，上帝就自己想选谁就选谁。那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上帝标准可能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标准，那这样上帝就是不公义。但是上帝让罪人能够成为义人，是因为耶稣已经替罪人来死，罪人的惩罚
该受的惩罚已经有耶稣来代为接受，所以上帝可能够宣判所有的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后，相信耶稣之后成为义人，这样子的是一个可以的。好，所以从23到26节呢，我把它浓缩。23节的重点就是人人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24节，但是上帝借着耶稣的救赎，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25节讲到神牺牲儿子赎罪，使相信者蒙赦罪，显明神是公义。26节，神先宽容罪人，今就是现在，就是在耶稣完成，借耶稣显明公义，并称他们为义。那这就是因信称义的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知道自己为什么是罪该受死的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这个罪为什么严重到必须要接受死亡，在罪死魔的权势底下，甚至呢这个罪严重到要永远的跟上帝隔绝，最后要进入到的是那个硫磺火湖阴间，是永远与神隔绝。要知道，那这也是第1章到第3章让人知道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第二个步骤，要知道上帝为什么差遣耶稣到世上来。耶稣不是自己想来就来，是上帝差他来。上帝为什么差他来？因为要成为赎罪祭、挽回祭，来弥补世人的罪。第3个，要知道耶稣既然来了，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方法？他为什么不自己把他的国就建立下来？还要先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罪这个义呢就不能满足，这个罪没有消除，神的义就不能满足，所以耶稣为了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就是知道为什么圣灵在相信的人身上来彰显，那这也是加拉太书说的，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可以做很直接的对照。那加拉太书直接把罗马书的重点浓缩，那可以浓缩成这样呢？好，所以这就2个讨论，到底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前面写还是在罗马书之后写的？不过罗马书应该是在加拉太书之后写的。好，那但是加拉太书把罗马书的重点浓缩的非常的紧凑，那以至于它里面讲到了律法，就是启蒙的老师，就是他只是一个老师，但是律法老师不能够生出我们来，我们必须要借着圣灵才能够生出来。好，所以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圣灵。那这也在罗马书后面会继续再提到。好，所以因信称义的重点就在这4节当中，23到26节。好，最后再请木轩带我们来读27到31节。那么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一点儿也没有。基于什么理由呢？由于遵守律法吗？不是，是由于信。我们的结论是，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只借着信，而不借着遵守律法的要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当然是，上帝只有一位，他要犹太人基于信，外邦人也是借着信而跟他有合一的关系。这样来说，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效力吗？当然不，相反的，我们使律法更为巩固。好，谢谢。好，那在这段当中，保罗的结论就是因信称义的结论，就是我们能够夸什么呢？有什么好行为可以拿出来夸？没有，都没有，只能够要夸就只能夸我们对神的信心。27节，既是这样，哪里可夸口？没有可夸的，是借什么法？借着什么理由？那现在中文本翻成理由，这比较正确。好，那和本说借着什么法？好，那就是借着什么原则？好，是遵守法律的？不是，而是借信主之法。和本翻信主之法，信主之法就是指这个相信耶稣的原则。这原则就前面23到26节所说的。好，那所以不管是透过任何的立功或是积德，这些方法都无效，不能够来夸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28节，那和本翻得很清楚，我们的结论是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只借着信，而不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那所以我们认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于律法的行为。所以人称义
被上帝称为义，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其实罗马书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因为结论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为什么结论出来还不能结束，还变成是罗马书的刚刚开始？因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一个开端，后面还要有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怎么样使人成圣。那这个成圣的过程要到最后怎么样使神得荣耀？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头，但是保罗铺成这个因信称义的开头呢，就花了很大的功夫。那所以是跟上帝的相信的关系，不是借着遵守律法，或这个遵守律法就是积德行善来换来救恩。29节说，那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上帝，不也是外邦人上帝？当然是。所以为什么上帝可以成为外邦人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不仅是他创造世人，他也掌管世人，他也鉴察世人。所以上帝他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外邦人，都是上帝所要审判的对象。那世人都要寻求神的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能够得着在创世纪伊甸园当中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必须回到上帝的法，回到上帝的原则，而不是用世人自己所寻找出来的。曾经有人想要盖巴别塔，曾经有人想要用分别善恶树，曾经有人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得永生，但是呢，都不是上帝的原则。而这样上帝的原则呢，都再一次强调，就是借着信相信神的儿子。那30节到31节，上帝只有一位，他要犹太人基于信，外邦人也是借着信跟他合的关系。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吗？没有。保罗说，这个是犹太人会反问，所以保罗自问自答，也是来自于他跟犹太人辩论的经验。所以保罗传福音已经传到这边应该有10几年。那10几年的不到10几年，那但是从信主之后有10几年。那信耶稣之后到现在，那他知道犹太人的这个狡辩和诡诈，所以他都会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在罗马书来呈现，说没有，相反，正好相反，因着相信我们的信，反而让旧约，让上帝的律法能够更加坚固，因为因信称义维护了神的律法公义的要求。如果没有相信这个因信称义，如果没有解释出神的公义，那上帝就不公平。这个犹太人会认为上帝对外邦人好，说上帝不公平；外邦人看到上帝只对犹太人好，说上帝不公平。那上帝永远一天到晚被贴上不公平的标签。但是这个基督呢，在罗马书第6章，就是讲到耶稣是活出对律法要求高于律法的要求的生活。所以昨天我说，律法只能够让人活到60分，但是基督可以让人活到100分。而基督怎么让基督可以让我们活出100分，就是要用信心。所以更坚定了律法的效力。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这个部分呢，讲到因信称义的本质，前半段，后半段讲到因信称义的结论，而这结论呢，都是建立在信心，而这信心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在他的赎罪祭、挽回祭，就是在他的牺牲，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如叫人信耶稣，就知道要相信耶稣的哪一个部分，不是只有相信耶稣降生在马槽，不是只有相信耶稣会医病赶鬼，会行神迹，不是只有相信耶稣他会像先知一样说预言，也不是只有相信耶稣像老师在登山宝训教导人，而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好，那今天的浓缩，就是说神的义呢的显明，第一个是在律法以外来显明，而这律法以外不是从人生出来的，是从天而来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已经显明出来。好，那这也是在这个1章16节，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好，第一个是神的义，第二个神的义在基督救赎来显明。好，那基督救赎就指他的为我们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好，耶稣没有复活，那这个整个过程、整个结构整个核心也就完蛋了。因为耶稣他也跟罪人一样一起死了。
而且死透了，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上帝有能力胜过死亡，因为他救了耶稣从死亡出来，那所以耶稣也能够救所有人从死亡当中来出来。第三个神的义呢，是在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显明，也就是整个因信称义。所以今天这一段呢，这个部分很重要，那也值得我们反复再读，能够第3章能够多读几次，当我们能够读出这个神的义是从天而来，神的义是从死里复活，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能够明白，还能够帮助人来了解的时候，那我们就成为我们就真正的去抓住这个因信称义罗马书的核心和重点。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赐下白白的礼物，不仅是耶稣降生在马槽，更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和所有的人，和保罗一样，和亚伯拉罕一样，都能够因信成为上帝的后裔，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进入上帝丰盛的应许，并且能够走这条成圣的路。即便我们在这条路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还有很多需要努力，还有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走在上帝您所应许的道路，是通往永生，是通往永恒。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一生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线上让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鸡叫的声音？那个是我爸养的鸡，不是教会有养鸡，是我现在在我爸的家里面。好，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那嘴来承认伊的酒会得到救，上帝有